Hello， 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如果你準備去澳洲讀書、工作或者移民，你一定有聽過 IELTS、PTE、TOEFL 或者 OET。但係你知唔知道邊一個考試最適合自己呢？或者邊一個最容易考？今日呢條片我會幫大家比較下4個英文考試，逐一拆解下佢哋嘅考試模式啦、難度同埋優點缺點。最後會話俾你知，我覺得邊一個最容易考嘅。如果你正準備考試，記得睇到最後，因為我會分享最實用嘅考試 tips。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嘅 channel 啦，我會分享更加多澳洲 nursing、移民、英語學習嘅資訊。首先想講下 IELTS， 應該係最多人認識嘅英文考試。咁呢個考試咧就分為 academic 啦，即係學術類，同埋 general， 即係移民類嘅分別。咁所以無論你想升學或者移民咧，都一定適用嘅。咁考試入邊咧就分咗4個部分啦：聽力啦 （listening）、閱讀 （reading）、寫作 （writing） 同埋口試即係 speaking 啦。咁聽力方面咧，你要聽錄音然後回答問題啦。閱讀方面咧就分 academic 同埋 general。咁 academic 咧就會比較難嘅，因為要睇一啲學術嘅文章啦，而 general 咧嘅文章就會比較簡單。Writing 方面咧就有2個 task 嘅，咁 task 1咧就係去描述一啲圖表啦、一啲 graph 啦，或者一啲書信。咁 task 2咧就係寫一啲論文啦。咁到 speaking 方面咧就係要同真人考官對話嘅，咁有自我介紹啦、圖片描述啦，同埋一啲深入嘅討論。咁優點方面咧 IELTS 係一個全球性認可嘅最高級嘅英文嘅考試。咁無論大學啦、工作或者移民機構都會一定接受嘅，加上可以選擇用筆試啦，咁適合一啲中意手寫嘅人。咁但係咧寫作要手寫啦，如果你寫得唔清楚咧，亦都會扣分嘅。另外咧口試方面，你要對真人嘅考官啦，咁如果你怕尷尬或者緊張咧，咁壓力係會比較大嘅相對上。咁第二想講咧就係 PTE 啦，咁 PTE 近來咧就係越嚟越受歡迎啦，因為佢全電腦考試由 AI 評分，冇真人考官，對於怕一啲同人對話嘅考生嚟講咧，真係大大減低壓力嘅。咁考試咧就分為 speaking、listening、writing 同埋 reading 啦。而 speaking 方面你就要讀句子啦、描述圖片啦、重複句子咁樣。而 writing 咧就係寫一啲短文。咁 reading 方面咧就係有 MC question 啦、填充題。而 listening 方面咧就係要聽寫同埋填充，再加寫一啲 abstract。咁 PTE 最大嘅賣點咧就係快，通常1至2日就會有成績㗎啦。如果對於趕住遞交移民或者去學校申請嘅人嚟講咧，超級方便嘅，因為考試係全電腦評分啦，所以唔會受考官影響 ，very objective 啦。不過 PTE 咧嘅 speaking 係電腦評分啦，咁所以你發音一定要好清晰啦，否則咧就會好低分嘅。而且 writing 方面咧要打字，如果打字慢嘅咧就記得要練習啦。咁第3就想講 TOEFL 啦 ，TOEFL 同 PTE 一樣咧都係電腦考試啦，但係佢比較適合一啲學術嘅用途，主要咧就係用於你申請外國嘅大學啦。咁考試嘅內容咧都比較偏向學術嘅，包括咧就係會閱讀一啲學術嘅文章啦，聽一啲課堂嘅內容啦，錄音回答問題。咁 writing 方面咧就係整合一啲資訊嘅。咁 TOEFL 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 speaking 方面都係錄音回答，唔需要同真人對話。咁對於一啲好緊張同人對話嘅學生咧，都係一個優勢嚟嘅。咁但係咧錄音嘅時間咧就比較緊迫，唔可以諗太耐啦。咁所以臨場嘅反應要比較快。咁雖然 TOEFL 係一個好適合學術界嘅考試啦，但係如果你考試目標主要係移民嘅，咁 TOEFL 可能未必係最適合，因為某一啲移民嘅機構啦，又或者工作係未必會接受嘅。咁最後啦就係 OET 啦，咁佢係專為醫護人士設計嘅考試啦，適合護士啦、醫生、藥劑師等專業人士。如果你係一個護士啦，咁 OET 絕對係你最值得考慮嘅選擇。咁考試內容咧全部都係關於醫護嘅，咁例如 listening 方面咧，你就會聽一啲醫護嘅對話啦。writing 方面咧就要寫referral letter 轉介信，而 speaking 方面咧就係會模擬醫護同病人之間嘅對話啦，唔會考生活嘅對話。咁 OET 最大嘅優勢咧就係內容夠實用、夠 practical 啦。咁比起 IELTS 比較枯燥嘅文章啊，又或者 TOEFL 嗰啲academic 嘅內容咧，咁 OET 係你將來工作會用到嘅知識。咁所以如果你係醫護人員啦，咁 OET 係會比 IELTS 更加容易掌握嘅。不過 OET 嘅考試費咧就比較貴啦，而且只係適用醫護行業嘅啫。咁對於其他行業咧，又或者升學用途就冇咁大幫助嘅。咁多個考試啦，邊個最容易 pass 咧？咁如果你想快啲攞成績啦，唔想等太耐啦，咁 PTE 係最好嘅選擇啦，因為最快咧24小時內就會有分數，而且冇真人考官啦，壓力都比較少嘅。咁如果你係醫護人員啦，OET 絕對係最 practical 啦，而且考試內容同埋
埋工作係 related。對於護士嚟講咧，係會比 IELTS 更加易應付啦。而 IELTS 咧雖然係最傳統啦，咁但係咧 writing 可能要用手寫啦，咁你亦都可以用電腦考嘅。考試亦都要真人對話，壓力比較大。咁所以我個人認為咧 PTE 或者 OET 係比較容易考。咁而且咧 PTE 喺坊間上面亦都好多 Apps 去練習啦，好多 mock paper。咁佢嗰啲題目咧，其實咧喺考試上面咧會 loop 嘅。例如你喺 mock 見到嘅題目咧，考試亦都會有機會撞得翻。咁所以如果你 practice 多啲 PTE 咧，係有機會考翻你溫過書嘅 mock paper 嘅。咁講到最後啦，今日幫大家比較咗 IELTS 啦、PTE、TOEFL 同埋 OET。咁每一個考試都有佢自己嘅優勢同埋缺點嘅。咁如果你想快啲攞成績咧 ，PTE， 而且可以練習 mock paper 啦，上網。咁如果你醫護人員咧想要一啲 related 你自己工作經驗嘅咧，就係 OET。咁如果要全球認受性咧，咁就一定係 IELTS 㗎啦。咁如果你純粹咧想 apply 啲學術機構咧，例如University 就係 TOEFL。咁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你啦。如果你準備考試，記得留言話俾我知你會揀邊一個考試，同埋你有冇遇到一啲困難。咁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我會分享更加多澳洲移民啦、護理啦同埋考試嘅資訊。咁留言話俾我知你考過邊一個考試啦，又或者覺得邊個最難，大家 share 下。拜拜。